那中国各大办是有宣布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推动包含旅游在内的两岸交流。咱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目前敢若看到对方表态，并无看到对方有动作，希望中国爱正式宣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马12会讲，乐见中国民众加去台湾看看的讲法了后，国台办日时煞来表明，会采取积极的措施，推动包括旅游在内的两岸各领域交流，共同努力排除障碍，两岸交流合作就会迎来光明的前景。 我们将采取积极措施，推动包括旅游在内的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过，国台办嘛讲，台湾无开放大陆居民到台湾交流，消除这障碍，才会当互两岸旅游甲人员往来。随上疫情了后，南方陆委会去年8月就针对两岸观光旅游甲放令大陆籍人士来台湾商务交流进行相关的规划。 尾也阁宣布3月开始开放旅游组团去中国，后续因为中国单方面启用 M503航路事件，南方嘛宣布6月禁止组团去中国。那我们现在在3、4、5都已经是人已经够嘛，那6月后就是看他这个剩在这段时间他善意的回应，具体的回应啊，具体的回应就是他的这个自由行跟团客可不可以放他们过来？ 看过去10年，中国旅客来台湾状况，为两岸直航以来同年成长，上侪人是伫2015年，全年400多万人。后续因为政治因素，人数为2016年开始减少。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冲击，1月底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减慢中国人士来台湾观光，人数达到最低。旅行这一块呢，是卡在台湾的进团力，两岸政府在互信不足的情况之下，很难做到同步性。 所以一定是你进一步，我进一步，来把这个僵局打开。旅游业者坦白讲，疫情了后，要拼国际观光客一旦来台湾，亲像疫情前遐济，一定都爱互两岸旅游国再往来。希望相关单位掌握这个机会，对业界5万观光问题有解决。陆委会敢若回应两岸观光相关议题，会伫这礼拜4回应。记者综合报道。